歡迎收睇 LSTV 點唱心聲，我係今日嘅主持人4D 班周啟星，我係4D 班黃靜娜。每次呢個節目都收到好多同學嘅點唱紙，入面寫滿咗大家嘅心意同祝福。今日就等我哋將大家嘅愛同心聲讀出嚟啦。一開始就係老師加油站，好多同學都點唱俾老師聽，多謝老師之餘，仲幫老師打氣加油。第一個點唱對象係鍾不貴老師，分別有 1A 班莫佩喬、林雪瑩、紅瑩同1D 班黃之同學點唱。佩喬想同鍾老師講多謝鍾老師，雪瑩就想話俾鍾老師知佢鍾意上科學堂。紅瑩想同鍾老師講多謝你愛1A 班，而黃之就想話俾鍾老師知多謝你嘅溫柔，我會繼續做個好學生，喺旁邊幫你手。我愛鍾老師。黃之點唱之餘，仲加埋石一啖，鍾老師聽到個心一定會暖粒粒。1A 班黃奕朗就想點唱多謝黃卓玲老師，話多謝老師教我哋背乘數表。1B 班那欣娜想將感謝送俾林香妹老師同 Miss Jojo， 欣娜唔單止用中文講多謝你照顧我、鼓勵我，仲用英文補充寫話 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e and encouraging me。雙語祝福，心意滿分。跟住係點唱俾 Miss Emma 嘅，佢哋分別係1D 班林尚之同學千友，信之想同 Miss Emma 講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for us。佢哋分別推介高登同埋汪汪隊主題曲俾 Miss Emma 聽。跟住係2D 班盧仲軒嘅點唱，佢想將祝福送俾陳老師、鐘老師、Miss Chrissy、朱 Sir、劉主任、黃姑娘同高副校長，同佢哋講辛苦你哋教到我好多謝你哋，相信佢哋一定會收到你嘅心意。4年級唔想公開身份嘅同學，就想送俾李佩儀老師一句超勵志嘅說話：有努力就有收穫。呢句說話，老師同同學都啱用，可以互相勉勵打氣啊！而1B 班陳許琪想將感謝送俾所有老師，話多謝老師平時耐心教自己，無論學習定生活都俾咗好多幫助，仲希望老師每日開心工作，一切順利。呢句說話其實都係全校同學想對老師講嘅心底話。聽完俾老師嘅點唱紙，就到我哋嘅同學充電站啦。同學之間嘅好多感謝、打氣、祝福，平日未必講出口，但都可以透過點唱紙話俾對方知㗎。就好似1A 班鍾希月，佢想點歌送俾陳心月，多謝心月做自己嘅朋友。同樣嚟自1A 班嘅陳黃樂，就想同黃奕朗講一句多謝你。1A 班方向寧就想點唱俾佢最好嘅朋友鍾希月聽，想同佢講 She is my best friend， 真係甜到漏啊！除咗1年班，其他年級都好多好窩心嘅點唱，好似3A 班楊希賢，佢多謝呂樂兒做自己嘅朋友。3B 班曾正賢就想點唱俾任俊樂，話你係一個好班長，亦都係我嘅好朋友添。6A 班嘅溫時兒同學好貼心啊，佢想透過點唱鼓勵女排啊，話考試就嚟啦，無論成績點樣都唔好灰心，仲有好多機會，仲專登點咗才23呢首歌送俾佢，希望柏雅收到善兒呢份咁大嘅鼓勵。6E 班嘅梁俊浩就想同陳玉希互相打氣，約定一齊為呈分試加油，一齊考上好中學，希望兩位同學並肩作戰，考到好成績。
一句句加油，一個個祝福，都係同學嘅心意。希望呢啲祝福可以化做力量，陪住大家喺學習同生活入面一路向前衝。而家就等我哋一齊欣賞由6A 班溫次賢揀嘅歌《才23》。呢首歌想帶出一種對而家嘅重視，無論點唱對象係唔係23歲，都應該珍惜生命中嘅好同壞。時間等不了人，生活中一不留神，轉個眼秒殺了，隨秒針蒸發了。昨天變成了今天，過去變成了現在，未來剛才來，它從何而來？歲月眨眼就過了，瞬間就那樣默默的。上一次看才23，現在的日子沒有那麼簡單。樹葉又要灑落了，花兒就快要復活了。回想以前沒那麼累，現在的白髮和皺紋匹配，也是一種美。嚟到呢度，今集點唱心聲就要接近尾聲啦。感謝同學、老師嘅積極參與，希望有機會再讀大家嘅點唱啦。我哋下次再見。